这段来先呢，咱真感谢咱国立台湾学馆久长以来对着台湾文学、台语文学拢非常的重视所以咱在先感谢。嘛真感谢咱即届呢有真侪这协办的单位咱台湾笔会咱陈经理事长咱先鼓声感谢。另外呢，咱有4位的专题演讲我嘛先简单先介绍咱林最后先生呢伊为美国开设相关咱等下第一件就是伊会来讲报告有关台语圣经的翻译再来咱的师大我来讲这个对于电台的这个夏春教授等下这个就不用来做分类。再来嘛是咱为美国这个台湾作家吴英雄作家呢伊即讲讲为美国台湾做专题感谢演讲孙教授听着简单小小的因为呢伊是咱波士顿台语进步社的社长嘛是咱即个专门台语圣经协会秘书长久长来对着台语的比赛真大贡献最近这几年专心加入着这个台语圣经的翻译就甲这个北京版的这个圣经呢，100单字算是以下文为标准改翻做咱现代台语，不是用咱南部做标准所以咱今仔日呢要请伊来咱讲一寡遮的这个产业的经验伊嘛早伊的这个专门台语圣经来咱等下讲出来，各位若有趣味的，当中期待报告从遐参观咱接下来请林老师来做专题演讲鼓声欢迎一下在瑞亚这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甲大家分享这个台湾文学外的国际学会研讨会内底甲台湾文学或者论坛内底要甲大家分享，这关于台语圣经翻译的这个经验甲大家分享可能对咱以后要做的时间希望会当有帮助安尼咱先来讲这个专门台语圣经原者的工程这个咱知影圣经足大本嘛总共有几字大家知无？大外字所以即摆台湾所用的圣经一直去传到对下门来，一直拢用巴克利这个地位字圣经巴克利当时拢是为下门话咱台湾人当作台湾话是教会去传落去结果呢大家会发现教会内甲教会外语言超过10%无共款是最重要着无平人听无因一直甲讲这就是台语有影讲较文雅的台语这嘛较奇怪啦语言是大家拢是平等的，无啥物文雅甲无文雅啦过来这本圣经当时以前是1933年的时代，伊翻译的时阵，当时来重视直译，就是字对字的翻译。咱的语法甲迄个资料文、新约甲旧约伊这两文语法无共所以翻译来时，大家读起来，拢会安尼头前倒后壁，后壁倒头前大家就爱相当的思考，照我所了解的意思啦咱即摆因为翻译的方法一直改到即摆叫拢是用意译，甲意思译出来，较要紧，大家看有读有较要紧所以即摆咱这当然台语圣经嘛，按这方向去行啦过来咱台语上大的问题就是外国人的人名甲地名外来语的翻译咱一直拢用先翻做华语再华语读做台语的汉语，这个音拢走掉尤其华语甲台语上大无共，因无录音、无管迄个无入声、
因为是啥拢无去，所以翻译出来了后，大家声，音就无共去啊。较一般大家较熟知耶稣伊原文是以耶稣，日本人嘛发做以耶稣，咱的14族原住民嘛拢以耶稣山嘛，就干那翻做台语了后，直接为耶稣翻做台语变耶稣，音就无共去啊。所以伫即方面，我过这个牧师是讲，趁即个机会，甲人名甲地名，甲配合甲原文的音，尽量来接近安尼啦。所以这个方面的过程有遮这个对着进行，所以讲咱以后要做完这个工作，我去想来对着遮个问题哦。过来信望来翻写的功夫。我真感谢2001年哈佛大学开起过的咱李金华教授去遐教台语，嘛来阮教会甲阮教这个电视，我则当着这个保庇遐尔水就咱大家再会面了回去咯，伊做这个表示的时间啦吼，所以李金华教授是我的老师哦，第二位教授是我的师祖啦吼，我对了，这是师祖哦，真感谢咱这个台语文有安尼一直传承落来吼，搁煞咧，咱的少年囡仔吼，都爱出来啊吼，毋好讲你遮有一辈去传落吼，我今仔阵来活动台会当甲录影，我甲伊有一寡交通吼，袂了解讲，咱要做台语运动啊，做啥物运动，你迄个功夫足重要，吼。所以我是台语信望来，因为着要爱圣经，爱台语的圣经。是讲全世界各种语言的圣经拢有全网，是啊，咱台语无全网。为着安尼，阮努力顶全网的时阵，才实在。就开始即个台语信望来，后来搁做客语信望来，搁做台语点字，全世界的台语点字，可能敢若随大家的上个教会。阮遐农民幼稚园，阮的手部拢有拍点字的圣经圣词吼，这足重要，这传承你嘛无遮功夫分字，就传承袂落去吼。这个网站我常人甲迄个毋记得了，要讲遮吼。所有用的功夫，我今仔就开始来开发。我即个人足急性的啦吼，我一个安尼用足些时间去做去来，电脑的时代，电脑功夫。对咱帮咱做这个，所以咱会去暗光照的厝，厝是啥物人？当地方谣，就是很伊跟我斗阵，我伫美国的时阵，伊说是我的波士顿嘛吼。斗阵的时阵，我定定就去做这个台语文的事工嘛吼。伊讲一句话，讲伊足歹听人讲。我用安尼无眠无日啦，伊干安尼做偌济代志，遐个代志若电脑程式写出来时，一年可能就做好啦吼。这对我的影响足大，所以我一直去信望来，因为开发软体功夫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一直甲伊配合，我就是提供要求是啥个，爱就写啥个。所以第一个，咱有这个华语转台语的功夫。台语信望的网站，捌去利用的人写写。OK， 做遮哦。即摆就是讲你若今仔讲了后，你知影这个功夫，你是袂了会当好啊袂记咯吼。华语转台语，因为华语较多是全台湾的册册去到周围，我甲你讲教授去写册了，是讲一法台语文拢叫这华语音水音字吼。咱台语拢是出头天啦，咱都靠出头天咯。所以就叫第一个开发华语，啥个即台语。台语信望来面，即所有文章拢是台语，但是无拄原来是用台语写吼。一寡台语，华语的作家是要转成台语，用这软体了后，用了是会当内容啊吼，才好使用。语音教教授有当时了，伊还讲好啊，这工夫才好用。伊迄个太太，听人讲，你为迄个台语，换做华语的，我一个人讲好啦，领了到时间千万唔好，我
你袂安尼做，因为你搁做哦，台语搁反做华语，华语搁来闽南台语哦，我感觉这无意义。咱来较浅，咱的语言75%的母语，结果伫台湾的这个市场出版的市场，结果拢是叫华语的占大。啊，过来就是讲汉罗转罗，咱真侪人拍汉语罗马字的，有的人要起汉，我嘛足感动对张伟文教授行要起汉，汉罗伊的起落变做转罗马字的过来转罗嘛，有的人讲本来把这设计的先转罗，有的人要读较无方便，无咱就转到转来汉字罗马字。就是无汉字的时，莫去做字，咱用罗马字来代替。你读起来足顺啦，你叫汉字吼。就两位教授用这个，我感觉讲这对台湾的这个台语的进步足大。我所了解，我伫迄个美国的台湾公务部，我有编译的台语专刊，迄个吴文强教授，伊编了后，我接伊编的时候。迄当时迄个单位，伊写文章拢汉落的，所以伊写文章我要甲搭起迄个报纸的时阵，足简单的。嘛发觉讲伊安尼写的时阵，就写出足水的人的母语，因为你定要用汉字写的时阵，你拄着迄个汉字写袂出来，也是电脑打袂出来，你着一想想别个来代替伊，你有个迄个分数就怎啊占去吼。所以这个汉字罗马字会当解决咱目前的问题。上好是拢转罗马字，咱本来教会拢转罗马字，教会广播嘛拢转标的是罗马字。1967年叫国民党政府定的，我发觉讲，外来政府要甲你定的物件拢错好的，大家讲规划是好无？哇，真是一个人个吼，会确实足强的。我做到今仔日，我就做这物件，确实拢靠白话字，嘛无做袂出来啦吼。OK。过来就是讲汉字真侪，较年轻一代人要读较无法度读，所以我去甲创一个汉罗文语，汉字是对标罗马字，甲日文共款，你汉字拄着民间的标音，甲注音共款，你讲你挂船就说普通国际上拢叫迄个语啦汉罗文语讲拄则我讲着讲，为了这我足好个。过来上尾后就 CDS， 足侪人以前用提笔写，用黑信写，即摆的电脑出来拢乱码。我报大家知影，新闻内底有一个工具就是用迄个研究 CDS 啦，就是即个，你若要印回你以前的文章，会当用即个印出来。即拢是新闻内迄个蔡德明教授，伊足用心的。我讲我有需要这，爱就写这个。我老早都做大家拢OK。咱今仔主题讲要台语发展英语啦一般大先生讲就讲英语较济咱来讲做英语这个咱会当用汉罗转罗，咱台语的汉罗，也是台语的转罗，伊会当用这个工具去甲输入，去甲解重新建立这个输入，override 这个输入了，会当甲台语试着直接翻译到英语啦当然翻出来时，拄开始的时输入无够，所以你就会感觉读起来袂顺。只有足济人你看，不来讲Google完后，伊个中文原理嘛是完了不得不进无要紧，你甲讲，但是你讲100摆伊嘛袂听。伊要过去甲你这解输入的时阵，这个大工夫。但是咱的输入，咱的这个工夫，你随时会当换新的输入，随时会当增加新的输入啦所以你时啊个了，你发觉讲这个敢若是林准的英语杨金发英文我不爱你就甲创一个你要爱的，甲 override 了，甲永远就拢照伊的英语。所以我会甲你讲袂着第三个 step 就是讲，转袂过，你就爱去修正输入，也是去修改你的输入啦OK， 我可能先谈日文的
讲了，日文话共款嘛吼，咱再来迄个日语的翻做日语的时阵，咱会使用华语转台语，因为日文嘛有用汉字嘛吼，所以你要用华语转台语即个工具，吼，把台语变做日语，吼，啊，共款咱时下个爱精修啦，啊，转袂过，共款咱修改舒服，吼。OK， 这实际操作吼，我即摆来在迄个操作，大家看一下吼。我先讲过去网络安怎去抓即个工具吼。OK， 我无讲的是我会做啥，安尼无做啥。因我讲大声啦，所以我先大家来听一下吼。即个姓王的网站吼。这么的网站，咱有两个入口，一个是用教会标记的吼，教会罗马字，啊，第二个是用教会部的。阮这个网站，虽然有人咧讲我无重视台路，全世界上重视台路是你使用。阮这个网站，你要去台路，你是这个入去了，规个变台路互你读啦吼。啊，有少年的迄个。张老即阵吼，来你讲，恁内底拢讲标的是校教台路，啊，才袂当改路，但我你入门就入门啊吼，一个入门了欢喜啊，所以后摆要去你厝诶要讲台语啊，而且伊拢足好势啦吼。啊，这新闻诶，这个中家有一个台语诶工具，吼，台语诶工具有线顶，会当用，你会当试用看卖啊。啊，但是线顶拢了外写。了后，叫别间公司列去了后，啊有介绍地所有的所在，伫汉罗转路的位啊已经利用去啊吼，所以就请你去离线作业办。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下骹有无看到台语转换工具的离线作业办，去甲下载落来，所有的工具拢伫内底，啊，佫有说明有啥个啊吼，啊，这还有时间，所以你若转去时，你若下载落来，啊，有哪家己去看卖吼。啊，这个转来了后，这个网站吼，就是要用的时阵，我就已经总结啊吼。你这个会当同时去要翻做盈利也翻做盈利啊吼。OK。你就是讲华语为盈利的时是用汉罗转路吼，这个拢爱用 PAT 吼，咱爱看有啦吼，用这个，OK， 所以你这个咱底的时阵，咱家己要爱的台语吼，我有先创一个词的吼。讲即几句，咱要甲关。OK， 啊，所以前面较汉罗转路，爱着改英语啊。哦，爱是恁准的来讲去放英文。咱若要改，会当去甲 override， 你甲台语的所在放到。这个所在啊，罗马字就是创连语的，你要改你的连语哦，会使要改。啊，过来，你要无的时，你要新增，你就是讲拍的汉字、台语汉字、罗马字，而且啊，你的连语要变做啥？啊，你啊加是片字，哦，啊加是专有名词，因为专有名词的大写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若有。大写的名人名，你用加这个哦，啊后壁有加入不全，因为迄个华语转台语有这个问题，啊咱转英语无这个强迫不全，因为一定爱转后，所以你这个袂用着。我即摆是报大家先用目前有的软体，啊大家感觉讲发展感觉足有需要，阮即个规个改做好足好势哦，啊是台语汉字，还是英语啦吼，啊，我则是因为
咱的台语文规范做英语，主要这个功夫，咱也再来改，啊，目前是安尼的。啊，咱若要关做是伊的时阵，拄条讲哦，伊的先用华语转台语的迄个袂错，啊，华语转台语就 HGTC 哦，华语转台语这个 OK， 感觉你有会答的哦。OK， 大概都你看看卖，啊，这有些意思。啊，我啊，大看卖。下面呢，有啊，我已经发做一笔啊，拜托你讲出来的。啊，近期有句は台湾人です。我々はみんな台湾人です。私は米国に行きます。OK， 因为我当地跟他们下次了，我改哦，这好来，咱来我讲完出版了，咱来看边咱改。我买去嘛吼，即个你爱用规句话，父母今仔日会感觉遐尼奇怪，伊拢是字对字的较济啦。伊真少讲安尼规个事安尼吼，啊，咱建立的时阵，因为咱台语的语法、甲英语的语法、甲日文的语法无共，所以尽量爱一句，安尼短来用你里面伊转过正确迄款，你无一字已经感觉甲阮无共款啦吼。就只讲我买去吼，我买去你会使创造一个。我买去，哦，伫爱注意哦，这是华语转台语啊，转到一边哦，转到华语这边，哦，啊转做一语的时阵，书嘛哦，啊，我咧我会带用我，啊，我的是书哦，迄一文足水的哦，我感觉我大概这种语言，我足爱去语哦。所以，但是大书店我都翻出来啊，所以这嘛就我迄个，啊，我大故事我哦，我是在讲个，咱个台语客去信用来事情嘛吼，你各种语言都会当下自定词库，我就要拍一份，唔免去转译，我只条我内底有自定词库，我建议就一份嘛吼，我大故事我，啊，我买去，我。飞机，这本来爱共规个爱创的，因为迄个语法的无共哦，所以爱规个我要去美国，即个规个做一个迄个 entry。哦，我要去美国，哦，我大概是我美国哦。美国有 A 也是 A 啦，也是 A。哦，行きます。哦，我直接咱当时台语新闻的数字话内底咯。哦，所以我要去美国的时阵，迄个我拍唔着嘛吼，啊，即摆甲改做书，无当就是我哦，你甲加做片，哇，太对啊！哦，安尼哦，老师安尼做，我就教你。好。这个生活就是讲咱家己遐来建立，咱家己国家爱家己建，咱家己现金爱家己做，你用嘛难做，来做迄啊，咱家己的迄个观念，下软体爱咱家己来做啦吼。这个观念吼，咱爱去学这个少年的，大家拢爱咱家己吼。这个操作我已经讲了，咱大家唔好定做讲言语语，世界上使用上济。
回转来吼，我才讲这个时吼，伊讲阮迄个阿根廷的遐个代表台湾侨胞吼，出来，吼，华语啊，有会了，敢若会晓西班牙语甲台语白话字、台湾白话字啦。因伫教会内底、伫家庭内底拢会晓白。因遐转来囡仔讲台语写了着，但是看到迄华语就伊来催我。伊讲伊华语转台语，所以遐所有的要读的物件，伊甲转做台语就读有啊，你知无？所以这个法律的工作会当提供遮，你甲讲起的情况讲，咱嘛爱来做一个西班牙语，爱互咱伫中南美的迄个讲西班牙话的台侨，嘛会当读咱的文学作品安尼吼。这个会互我相像，相像吼。过来要怎成功？就是要用耐心去建立你的思维。你的想，这是你的，你会当分享予咱遮的，嘛会当你的囝仔孙孙拢会当用。你的囝仔孙孙就是讲，你的无发展较慢，咱一代要有责任，较时啊创业出国创无好势。这一劳永逸嘛一劳永逸人一届就好势我咧问这台语人，我一劳永逸，北京你怎讲？一届就好势，成绩教授讲，一届就好势，是你讲的，好记着了。会当利用咱的囝仔孙孙啦台语文要出头天，照会。好，我讲到遮60分50个，有啥物问题？我惊吼，我家己从足好势啊，讲唔可以教得你出来吼。这嘛是爱讲问的啦，有无？想亲老师讲想亲 OK 啦，到时候，迄个像讲吼，咱迄个白话字的圣经吼，是巴克的牧师翻译的嘛吼，伊针对伊对内文翻译的吼。像你头拄有讲差不多10%的即个白话字吼，咱的台语吼，是真差的。即摆是毋是咱有计划讲咧？用咱的台语吼，再来更新来翻译即个白话字的圣经。这证明我讲了无好势。我讲专门台语圣经就是已经创好势啊。创好势啊。对啊。已经改好势，用教育部去统计的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的参考，所以咱听起来足好势。即摆即本圣经敢有出版啊？就出版啦。出版啦。到问题到10月20日是新规哦，是咱的台南新行医。都有咧卖啊。你咧卖外口拄则你请教授你搁了了未啦？无听着外口早拢有。迄个阿勇的啥物阿修证啊？你大陆都会当去的啊。感谢主了吼。咱过去读个伫教会读个白话字圣经吼，有一寡吼咧读咱袂使会顺啦。爱读是台语啊。对。圣经概念甲讲迄是台语啊。伊的白话字版写甲足清楚翻关了，后末的 Roman Bible。台语汉语版伊甲改做汉语了，讲迄是台语。内底你读愈艰苦啊。迄个我伫上个教会做10年的中心，我就有一个感觉，每次每圣经足艰苦。萧前文牧师就是萧义平日本的爸爸，伊讲伊退休了，伊讲伊去做4人的相关的牧师，拢去用咧下门的艰苦。伊讲伊退休了要做这个家己改，讲我已经信奉啊，已经改几10年。我较袂网络啦吼，伫遐已经改，所以阮伊歹志，阮组一个叫专门台语圣经协会。这个协会理事长就是萧前文牧师，所以这个消息，我想台语网我嘛有放啦吼，啦，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啦吼，真多谢这个关心嘛，我大家当知啊。对因为都是说迄个汉语版的去照顾啦，汉语版的台语圣经本来就无，已经出啦，出版啦，迄人读无啦，迄另外一个问题，迄等下私下再讲，你讲迄一定冒出来，迄圣经19档就冒出来，汉语版嘛有啦。即摆是讲，大家出了，人都感觉讲，比如讲你写不知道，你家己爱读，都唔知影。
安尼我就写I don't know，你个写 I don't know， 你就我唔知影，讲意思无。所以尾啊，真侪人反正迄无通啦，吼。先到这，咱到这了3，咱时间时间啦，咱这个今仔日3分钟，吼，3分钟，咱就其他的私下再个讨论啦，吼。诶，咱换无共的议题，有无？咱最后3分钟，咱有其他的，来咱副班长麻烦。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咧做这个翻译的时阵吼，拄仔你虽然有介绍，譬如讲，不管是汉语还是台语，换做日文啦、英语啦，还是西班牙文啦，但是拢爱建立思考。但是看起来建立思考的工面爱真济，啊，若无法度翻嘛。啊，差不多即摆安尼建立思考的过程，你有感觉有啥物无法度做？有当中困难无？我就讲爱耐心。耐心，但是我10几年来创出来，我即摆若9月来的文章，99%拢翻的。99%，啊，你有一拍要安怎？啊，一拍，你人看啊，一定爱人啊，你人自在要创啥？哦，自在要创啥？啊，这是功夫帮助咱，你个加强速度啊，伊无法度100%，你要100%有可能，你继续咧，有一天会100%。到目前为止，我都讲干了搞。但是安尼看起来吼，建立思考的工面介济啦。你差不多即摆建立偌济思考？我来讲99%。不是多少呀？言语哦，言语甲日语哦，你食遐个，你食遐个，大家唔好想讲靠认准了，爱靠大家。哦，啊，大家讲我伊嘛99%，你去试看。偌济了，因为这建立思考。啊，你99%，你去家己先算偌济了，我嘛唔知偌济了嘛，足济啦。反正是咱专业会，阮就甲加落就加落啊，一班人去做啊。你袂使讲一个人去做，你甲一定一个团队，希望咱即个爱文管担起即个责任，挂一笔钱出来付一年啦。咱的代志大书店，咱的代志大书店从日本总统府1933年以前来几年。嘛开足侪时呢，所有的语言学家来，啊，把这个代志大书店做出来，9万几个书店。李金元教授说，这是所有目前台语的书店上好的，知影？哦，这爱钱爱人，啊，我即马在免费，阮的工具拢免费，上袂伤舒服，阮拢管理甲大家分享。阮信用内底所有包括书记员嘛拢免费，哦，内底建议。书记嘛是拢免费，哦，啊，你有需要来训练一班人来做这个工，这个计划麻烦今年甲写，啊，我管理，我70岁啊吼，还较紧的哦。我拄着少年的，我拢甲教，我讲恁一定爱来传承，足侪人提醒我70岁，今年70岁，较是啊，我少年我拄着人，你就爱来学，哦，啊，这个工夫你学了，你能做足侪代志，安尼毋到袂使你。我补充一个啦，我比较了解这种叫做这几单吼，才能带来做啥吼。我简单举一个吼，比如即摆 Google 大家听你啦 ，Google Translate，Google 就是自动翻译的，你若去甲试啦吼，那简单的可能也会使翻啦，你若真正规篇文章翻起来吼，然后8、9成准就足够啦，足厉害啦，吼，你就咱各位来甲试看觅咧吼。啊，伊即摆这咱台语甲华语这部分，那到有关的99%，因为迄翻译爱看你什么领域的物件，啊，比如讲你是历史的啊，是语言学的、文学的吼，迄个你对基本的思考建立有关。啊，即摆若是甲宗教有关的，99%算法足厉害啦，吼。啊，量吼，啊，当然可能真侪应该是有啦，无问题啦。你讲台语来书店迄部分就9万啊，啊，佫有真侪其他的书店吼，啊，佫包括佫包括本地吼，其他的几百万的基本的书。啊，所以咱即摆爱做就是讲咱若有通管啊，咱即摆咱都斗相共吼。我想咱咱甲做都如何做？除了台话翻译除了台语吼，还讲台湾吼，甲其他的即个应该咱都做较好势。啊，即部分主要就是讲吼，咱家己无通看到啦，因为听讲 Google Translate 因明年要推出广东话的部分，广东话翻译啊，哦，啊，咱台语就对了无啦。
就是人讲人人民清楚啊，虽然Google Translate要甲广东话翻译有平面要做好啊，咱无啊，所以咱若是政府部门甲咱个做伙来甲Google 甲建议的情况，所以咱袂是讲咱台语客语完全未来讲时代了嘛，拢有可能啊，咱来补充大家，时间嘛差不多啦。我经过时间咯，足感谢大家讨论上哦。台语大书店日本出版的，有日本开来互我哦。啊，我今仔这写本来台语圣经咧传到满年了哦，我要送回去。好，来，我好，多谢大家的吼。咱这场的专题演讲就到这准时结束啊。